家暴法涵蓋同性同居，社工局話會尊重團體嘅意見，並且會研究整理。喺回歸當日，有多個團體遊行表達訴求，當中包括要求家暴法涵蓋同性同居。社工局話，法案雖然已經完成諮詢，不過仲係處於草案嘅階段，未來會繼續聽取意見，亦都計劃接觸相關團體，深入了解並收集意見，研究整理。我哋都繼續歡迎去提供，同埋我哋都關注到有啲團體咧對呢一個議題上面一啲嘅比較係多啲嘅意見，我哋都會打算咧出年咧或者會接觸一啲相關嘅團體去再深入了解下佢哋嗰個意見嘅。早前亦都有市民促請社工局公開諮詢其收集到嘅意見內容。黃燕梅話：當局冇刻意隱瞞內容，市民可以向當局查詢。另外，黃燕梅又話，明年將會成立專責小組，修訂社工註冊制度法案，成員中將考慮增加服務使用者同學術界嘅份額。澳門電視台記者李翠萍報道。